我的一天，我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。起床后，我去卫生间刷牙和洗脸，然后洗澡。7点，我喝一杯咖啡和吃一点面包。然后准备书和学习材料去上课。7点半，我和同学一起走路去上课。我早上8点开始，有3节课。中午放学后，我跟朋友一起去学校的食堂吃午饭。吃完午饭后，我回宿舍休息一下，然后准备去上下午的课。下午也有3节课，从2点到5点。下午放学后，我走路回宿舍换衣服。然后去操场和朋友一起打排球，或者锻炼身体。晚上7点后，有时候我喜欢跟朋友一起去饭店吃饭。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菜场买菜，回宿舍自己做晚饭。吃完晚饭后，我喜欢跟朋友一起打游戏，或者看电影。我一般晚上9点洗澡，然后做作业或者复习。然后听一下音乐，或者玩抖音放松一下。我每天11点睡觉。晚安。